地方上头来看全国红菱果的评鉴已经顺利结束。今年台中市有7个人得奖，其中外埔农会红菱果产销班就占4个名次。主要是因为因无全农药啊，而且互草啊甲果子做伙来成长，用上介自然的方式来保留土白水分，提升红菱果的品质。嘛因为安尼，这届因摕到冠军。我第1名。农民手里摕家己辛苦种的红菱果做伙翕相。因是台中外埔农会红菱果产销班的成员，分别伫今年全国红菱果评鉴得到多元色彩组的冠军和优选的好成绩，会当伫遮尔侪优秀的参赛者当中得奖受肯定，因拢感觉非常欢喜。较欢喜啦，较认真咧做啦，做10多年，领迄个奖了10块届啊。105年有得第3奖全国的。白肉的那个是白肉我双手是这几年啊才种。现代人注重健康，有愈来愈侪农民投入有机农业。台中外埔农会产销班的红菱果，就是透过草生栽培的方式来种，强调无使用化学农药，利用草仔来调节果子园内土白水分，互果子会当适应无共天气，得到充足的营养。不喷除草剂的啦，大部分是拢。家里铺草了你的草也不能太长，草生栽培是草生栽培也不能太长，太长的话也是有些不好的小动物会在里面，然后飞起来吃咱的果安尼啦。为着提供红菱果，外埔农会产销班也推出红菱果干。因为今年得奖的农民也表示，未来因会继续种出品质好的红菱果，互大家拢会当来食看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